肥蘇足球世界今日又嚟啦！嗱，琴日都真係冇辦法㗎啦，即係我都分析過啦，國足要去到印尼要去贏波喎，真係要克服幾個困難啦。咁啊，最終都搞唔掂，仲要輸埋添。咁但係唔緊要啦，寄望4年後啦，咁冇辦法㗎啦。咁啊，國際賽繼續嚟啦。今日咧嚟到歐洲區咧就係一場咧，就係挪威咧對住意大利嘅。咁呢場波咧當然啦，意大利就係第一場嘅世界波圍賽嘅今屆啊。咁啊，挪威相反打2戰2勝啦。咁啊，亦都係曾經5-0主場大破摩爾多瓦啦，睇到好似練習賽咁嘅。作客都4-2啦，贏呢個以色列啦。咁最緊要就係隊中嘅射手啦，夏蘭特有波入啦，而且蘇洛夫都唔錯㗎。咁另外咧中場嘅奧迪加特咧，亦都係 top fit 嘅。咁所以咧，你預期到挪威嘅進攻能力係相當唔錯嘅。相反，意大利咧近況我唔敢講啊，因為咧你見到季尾咧有幾隊波都開始有啲疲態，咁有好多都係喺意大利國內甲組聯賽選出嚟嘅球員。咁雖然有後生啫，有啲都比較年輕啲嘅當打啲，但係軍心有啲渙散啊，我覺得啊，尤其是軍心啦，大敗0-5俾 PSG 之後咧，呢場波就難搞啊！搞到亞些比咧都好似唔因為信心危機定係冇心機退隊啊，直情一選佢都唔入選啊！咁同埋而家咧，意大利啲波咧就比較散啲嘅，即係你問我有咩 form 咧，我就覺得都係好似打啲散手波咁樣啊，斬埋去啊，或者揾下列迪基啊，揾下盧卡打啲高點咯。咁我覺得呢場波咧好簡單嘅啫，首選咧就係主隊嘅挪威啦。挪威喺主場有一定嘅保證啦，而且近季尾咧，我覺得奧迪加特啊、夏蘭特啊、蘇洛夫幾個都幾 fit 嘅。咁再者咧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應該都會幾多波入嘅呢場波。雖然你話喂意大利好水啫，但係水得嚟，佢哋後防又失到波，前面都入到波，因為列迪基今年喺亞特蘭大都相當唔錯，而且另一個制高點咧盧卡咧。喺烏甸尼斯都有唔錯嘅發揮，咁選得佢入去都係預計，我覺得斯巴利提都係用盡呢兩個制高點嘅，所以呢場波咧預計咧都應該會多波入㗎啦。咁啊，除咗呢場視頻之外咧，我文字版都有提供啦。另外，廚房方面都繼續有好嘢提供㗎，所以繼續支持我哋蘇哥。